圣经里启示完美，六手一象征不完美，完美包括完美和不完美，666完全不完美，木在捷运站坐上666，公车驶向石定，东街13是我的完美，寻找完美的不完美。圣经里启示完美，六手一象征不完美，完美包括完美和不完美，666完全不完美，木在捷运站坐上666，公车驶向石定，东街13是我的完美，寻找完美的不完美。